你谁啊？娘娘，您真是病坏了。我是柳儿啊，这是朝阳宫啊，娘娘。我怎么成娘娘了？娘娘，您是冯昭仪呀？您不会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吧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是不是失忆了？娘娘，什么叫失忆呀？娘娘驾到！娘娘，皇上来了，我扶您躺下。娘娘，我扶您躺下。哎呀，娘娘，你等我一下。皇上，这种污秽之地您不能进呐！朕来看冯昭仪有何看不得？皇上，娘娘，我给您梳头，我给您梳头。娘娘，我给您梳头。哎呦，皇上您慢点。参见皇帝陛下。妙莲，你有什么起色吗？娘娘，皇上叫您呢。妙莲，妙莲，娘娘，皇上叫您呢。皇上，皇上，啊！妙莲，你病得太重了，刘太医，快给朕治好妙莲的病。是。皇上，请。冯昭仪到底得了什么病？皇上，以卑职来看，此病乃污秽缠身引起，可能是鬼神附体，导致冯昭仪风言痴语，目不识人。鬼神附体？皇上，也就是说他中了疯魔了，超出卑职医术的能力。也就是说你治不好了，我养你干什么用的？皇上恕罪呀！你说皇帝是太宗大帝，那这些古董可都是真的了。喂，这带回去得值多少钱啊？那现在是什么朝代啊？现在是宋唐，邻邦都称我们为大唐。宋唐，我只听说过唐宋，还真没听说过宋唐。那到底是宋朝呢，还是唐朝呢？倒是南北朝的时候有个刘宋，莫非被架空了？娘娘，您真的是病坏了，连记性都不记了。看来我是真的穿越了，我成娘娘了。哇！太土豪了吧！啊，金的。那这么说来，我应该是个大美人了吧？莲儿，给我拿个镜子来，快呀！拿来，给我呀！
这不还是我吗？太重口味了。让我一头撞死算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以前从来不说这种丧气话的。御医说了，您这病要冷静。我冷静得下来吗？娘娘，柳儿，你能给我打扮打扮吗？我想出去透透气。